由大正時代嘅爵士樂、摩登女孩同民主之春，行到昭和初期嘅暗殺政治經濟大蕭條同太平洋戰爭嘅硝煙，日本點樣由一個追求文明開化嘅現代國家，變咗一個試圖以武力克服現代性嘅戰爭機器？呢集我哋會深入拆解日本近代史最黑暗亦最狂熱嘅章節。點解大正民主嘅火種會被軍國主義嘅巨浪熄滅？點解東條英機內閣會決定發動一場注定毀滅嘅豪賭，偷襲珍珠港並建立所謂嘅大東亞共榮圈？最後，當廣島同長崎升起蘑菇雲，瑞仁天皇透過電波宣布投降嗰一刻，日本係咪真係被現代性徹底征服咗？今日我哋一齊見證呢段由巔峰走向崩潰，由狂熱回歸沉思嘅帝國終局。19世紀下半葉席捲日本嘅劇烈變革，最初係源於面對西方列強時嘅民族屈辱感同不安全感。然而，隨住日本成功吸收咗現代化嘅思想同體制，並從不平等條約嘅枷鎖中解放出嚟，國民嘅自信心開始急劇膨脹。雖然社會上有部分人選擇全盤接受現代化，認為呢個包裝除咗技術創新，仲應該包括西方嘅社會習俗同文化實踐。但另一部分人就利用呢種新發現嘅自信，開始質疑現代化係咪必然等同於西洋化。當日本正式踏入現代世界，最迫切嘅問題已經由喺現代日本生活代表乜嘢，轉化為一個更深層次嘅個人叩問，即係身為日本人到底代表乜嘢啊？針對呢個身份認同嘅問題，當時出現咗一種浪漫主義式嘅回應嘅。唔少知識分子啊、作家啊、藝術家啊同行動主義者開始喺想像中嘅過去尋找日本性嘅本質啊。對某啲人嚟講，呢代表住將武士道重新發明並包裝成日本之魂，或者將神道教奉為國家宗教同天皇崇拜。對其他人嚟講呢，可能代表住重新發掘一種日本美學中特有嘅纖細與陰意之美。換句話講呢，現代化帶嚟嘅核心挑戰之一，係迫使日本社會對自身認同進行深刻嘅自我反省，從而催生咗一系列被稱為日本人論嘅文學與論著。對於好多人嚟講，真正嘅課題係點樣將呢種民族認同同現代世界嘅要求達成和解。與此同時，另一種更具沙文主義色彩嘅回應亦隨之產生。從呢個角度睇，核心矛盾唔再係點樣喺現代化變革中保留日本元素，而係點樣去正面對抗現代化過程本身。呢種立場咧，將日本傳統無論係真實存在定係後設發明推向激進啊咁樣，並斷言其優越於西方國家，認為西方文明只係以進步為偽裝嚟污染同削弱日本。隨住日本國力同自信心日益壯大，呢種沙文主義逐漸轉化成一種具侵略性嘅使命感。佢哋認為日本負有道德責任去重申自身嘅真實認同，並延伸出一種道德使命去幫助其他亞洲國家擺脫西方化同現代化嘅陰險感染。簡而言之，呢種觀點為一種矛盾嘅反帝國主義式帝國主義創造咗條件，主張日本嘅使命係要將亞洲由西方帝國主義嘅掌控中解放出嚟。正如上一集咁講，明治維新本質上帶有濃厚嘅帝國色彩。喺嗰個被稱為帝國時代嘅19世紀，日本嘅政治同軍事精英認為，既然要成為現代強國，就必須要似西方列強一樣擁有自己嘅殖民地。山縣有朋喺考察歐洲回國後，一心想模仿當時最強大嘅島國啊，大英帝國啊，建立一支強大嘅日本海軍。雖然西鄉隆盛喺1870年代初期提出嘅征韓論被元老院阻攔，但政府反對嘅並唔係擴張野心，而係時機同手段問題。山縣有朋認為朝鮮係日本嘅利益線，如果日本唔去佔領，呢個弱國遲早會落入西方列強手中，從而威脅到日本自身嘅安全。抱住呢種帝國競爭心態，日本喺1876年將江華條約強加於朝鮮，呢個過程幾乎係20年前美國培里將軍迫使日本簽訂神奈川條約嘅翻版。條約內容同樣充滿剝削性。當時日本精英認為咧，喺朝鮮完成現代化之前咧，佢哋唔配擁有平等條約。於是喺整個1880年代咧，日本向朝鮮咧派遣大量顧問，指導其教育啦、經濟啦同政治改革，就好似當初歐洲指導日本一樣嘅。日本國內嘅輿論領袖仲利用大亞細亞主義嚟粉飾呢種外交偽善啦，宣稱咧日本係以亞洲兄弟嘅身份咧幫助朝鮮抵抗西方嘅。然而，朝鮮內部對外國勢力嘅反感日益增加，
1894年爆發咗結合宗教與排外情緒嘅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請求傳統宗主國清帝國出兵平亂，日本隨即以保護利益為藉口派兵進入半島，並同清軍發生衝突，導致甲午戰爭爆發。憑藉山縣有朋多年嚟推動嘅軍事現代化同仿效英國建立嘅強大海軍，日本喺技術同組織上遠勝呢個巨大嘅鄰居。戰爭最終以日本全面勝利告終。日本唔單止確認咗喺朝鮮嘅優越地位，仲獲得咗台灣戰略要地、遼東半島以及巨額戰爭賠款。甲午戰爭嘅成功咧喺日本國內極受歡迎，原本對軍費開支不滿嘅民眾咧轉而支持帝國擴張。當時社會流傳住各種擴張理由，有人引用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日本唔做帝國就會淪為殖民地；有人認為咧係資本主義擴張嘅自然過程，亦有人將其浪漫化為民族建設。其中水戶學思想將儒家忠誠同神道神話結合，描繪日本為區域秩序嘅神聖中心，負有將天皇光輝帶俾亞洲人民嘅道德使命。隨住1890年第一次國會選舉開鑼，雖然投票權僅限於1%嘅高納稅男性，但係民眾對國家事務嘅參與感空前高漲，一個充滿擴張野心同民族自豪感嘅現代日本正式成形。雖然甲午戰爭嘅勝利令國民陷入狂熱，但日本內部嘅政治張力依然巨大。元老集團啦、親政府黨派同非民選嘅貴族院咧，對平民干預國家決策，尤其係軍費咧，感到極度懷疑。雖然民間政黨批評山縣有朋堅持嘅高額軍費，但佢哋對改善基層生活亦興趣不大。事實上，工人嘅權利直到1911年工廠法出台前一直被忽視。女性更被禁止參加政治集會。甲午戰爭嘅勝利紅利支撐咗10幾年嘅軍抗預算，直到1905年東京日比谷公園爆發大規模騷亂，民眾開始抗議軍隊嘅龐大開支以及日俄戰爭中名義勝利，實質空虛嘅結果。日本喺國際舞台上嘅崛起並非一帆風順。甲午戰爭後，俄羅斯、法國同德國發動三國干涉，強迫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日本國民視此為西方嘅背信棄義與種族歧視，憤恨不平。隨後俄羅斯竟親自佔領該地，更加令到日本意識到實力競爭嘅殘酷啦。為咗反制俄羅斯，日本喺1902年同大英帝國結盟呢，係英國首次同非西方國家締結平等盟約，被視為日本邁向成熟強國嘅標誌。然而，俄羅斯拒絕承認日本喺朝鮮嘅利益，最終導致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海軍喺東鄉平八郎指揮下，喺對馬海峽一舉擊潰遠道而嚟嘅俄羅斯波羅的海艦隊，震驚全球。雖然日本成為現代史上首個擊敗歐洲強權嘅亞洲國家，但係朴茨茅斯條約嘅結果卻令國內大失所望。日本雖然保住咗對朝鮮嘅控制，並於1910年正式吞併同攞返遼東半島租借權呢，但係由於雙方都傷亡慘重且國庫虛耗，日本未能獲得好似甲午戰爭咁樣嘅巨額賠款。呢種贏咗戰爭輸咗荷包嘅現實，引發咗各大城市嘅暴亂，公眾對軍費預算嘅支持跌至冰點。隨之而嚟嘅係社會主義工會同民權運動嘅萌芽。儘管社會民主黨一成立咧就被禁，激進派領袖如幸德秋水更因大逆事件被處決，但係要求參與政治嘅呼聲已經無法壓制。1912年，明治天皇駕崩，標誌住一個時代嘅落幕。明治時代見證咗日本由割據嘅封建國家變身為與西方平起平坐嘅帝國，但係在佢離世之時咧，日本已進入一個新階段啊嘛。民眾開始反對國家軍事化，轉而追求真正嘅民主參與，政黨政治變得更加成熟，甚至連軍方大佬山縣有朋都無法再隻手遮天，被迫進入妥協政治時期。1918年，源敬成為日本史上首位平民首相，開啟咗大正民主嘅序幕。明治時代留低嘅係一個擁有強大國力，但係同時充滿內部矛盾，正喺傳統權威與現代民主之間掙扎嘅新日本。1912年至1926年間嘅大正時代，被好多歷史學家視為日本近代史上嘅一扇民主之窗。隨住明治天皇駕崩，大正天皇繼位，日本進入咗一個相對寬鬆且充滿變革嘅時期。知識分子吉野作造提出咗民本主義，主張喺憲政體制下落實以民為本嘅統治。法學家美濃部達吉則提出天皇機關話，將天皇視為國家組織中嘅一個最高器官，而非同國家等同嘅絕對神權。喺呢種氛圍底下，國際主義者新渡戶稻造更代表日本出任國際聯盟副事務長，致力於推動承認多元文化嘅國際新秩序。
隨住城市化與工業化嘅狂飆，日本誕生咗一個全新嘅中產階級——白領薪水族及其配偶。呢段時期都見證咗女性地位嘅微妙轉變。雖然薪酬依然微薄，但係職業女性咧開始出現喺商店與辦公室，大眾文化中出現咗追求時尚啊、消費西方產品啊、思想前衛嘅摩登女孩啊。日本社會熱衷於美國傳嚟嘅棒球與爵士樂，文壇則湧現咗芥川龍之介與谷崎潤一郎等大師，透過陰鬱而優美嘅文字，探討現代化衝擊下嘅個人認同。然而，繁華背後，工廠勞工嘅處境依然惡劣，呢個促使咗工會、社會主義運動，甚至係部落民權組織水平社嘅興起。大正時代嘅經濟繁榮，好大程度受益於歐洲嘅一戰。由於歐洲列強忙於戰事，日本嘅工業產值喺短時間內增長咗5倍，出口量尤其是紡織品激增，使日本由債務國轉變為淨債權國。喺軍事與外交上，日本作為英國盟友參戰，迅速佔領咗德國喺山東同青島嘅租界同埋馬紹爾群島，並向中國提出21條要求，以鞏固利益。1919年嘅凡爾賽同埋約會議中，日本正式躋身5大強國之列，並獲得國際聯盟理事會嘅永久席位。然而，日本喺凡爾賽會議中遭遇咗嚴重嘅挫折，雖然保住咗領土利益，但日本代表團提出喺國聯盟約中加入人種平等條款嘅建議，儘管獲得多數代表支持，卻遭到主持會議嘅美國總統威爾遜以需全體一致通過為由否決。咁呢個背後咧，主要係為咗顧及英國對其殖民帝國崩潰嘅擔憂嘅。呢個結果喺日本國內引發大規模抗議，好多人將其視為西方種族主義嘅明證，認為無論日本如何現代化，喺西方眼中始終因為種族身份而被視為二等公民。呢種被排擠嘅挫敗感，為後來嘅浪漫主義者與沙文主義者提供咗宣揚日本性與對抗西方嘅溫床。1920年代初，國際環境進一步惡化。1921年簽署嘅華盛頓海軍條約規定，英美日嘅海軍主力艦噸位比例為5:5:3，呢個讓日本感到其武力被刻意限制。隨後美國喺1924年通過排華法案嘅變體，明確禁止東亞移民進入，呢俾日本視為最後嘅羞辱。與此同時，戰後嘅經濟泡沫破裂，加上1923年嘅關東大地震，造成15萬人死亡，東京近半建築被毀，日本陷入深度抑鬱。隨住銀行倒閉啦、303井住友啦等嘅財閥壟斷咗經濟，並與政黨同埋軍方勾結。到咗大正末期，貧富懸殊與社會動盪預示住民主之窗即將關閉，軍國主義嘅陰影已在昭和時代嘅門口徘徊。1929年紐約股市崩盤，引發全球大蕭條，日本亦都深受其害。1931年，日本被迫放棄金本位制，日元對美元匯率隨即暴跌50%，失業率迅速攀升至20%以上。大正時代嘅都市繁華瞬間幻滅，社會開始質疑資本主義嘅腐敗。原本像子摩登嘅職業女性被污名化、現代化，被視為侵蝕日本靈魂嘅毒素。民眾嘅憤怒轉向政黨政治，稱其為資本主義嘅走狗。各種秘密政治團體開始蠢蠢欲動。1930年代初期進入咗所謂嘅暗殺政治時期。1930年，首相濱口熊幸恩喺倫敦海軍會議未能爭取平等條約，喺東京車站遇刺身亡。1932年繼任首相犬養毅因唔支持關東軍喺東北嘅行動，被激進海軍軍官刺殺。呢系列血案終結咗議會政治，權力轉向軍方。對於飽受經濟折磨嘅農村人口嚟講，軍方許下嘅明治光輝、回歸與帝國偉業，成為咗逃避現實痛苦嘅誘人麻藥。此時駐紮喺中國東北嘅關東軍開始擅自行動。作戰參謀石原莞爾抱持住最終戰爭嘅末世願景，主張佔領滿洲作為社會實驗室，建立一個超越資本主義嘅理想國。1931年9月，關東軍自行炸毀南滿鐵路並嫁禍中國軍隊，即係918事變。隨後佔領全滿洲。儘管東京政府最初感到震驚，但喺民眾嘅狂熱支持同政變威脅下，傀儡政權滿洲國於1932年成立，開啟咗長達15年嘅中日戰爭。日本隨後因滿洲問題退出國際聯盟，走向國際孤立。軍方利用明治憲法中統帥權獨立嘅漏洞，攫取咗全國預算嘅75%。1936年發生咗激進軍官發動嘅226事件，雖然政變最終被鎮壓，但係權力卻進一步集中喺以東條英機為首嘅統制派手中。1937年7月啦，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侵華戰爭展開，日軍隨後攻陷南京，發生咗震驚全球嘅南京大屠殺，數以萬計嘅平民與投降士兵被殺。
無數女性遭受暴力。呢場暴行至今仍係東亞歷史中極具爭議嘅傷疤。隨後，日本與德意結成三國同盟，並喺諾門罕戰役受挫之後轉向南進。1941年，面對美國因日本侵略中國而實施嘅石油禁運，東條英機內閣認為呢個係對日本嘅鎖喉。喺為咗突圍呢，日本決定對美國發動先發制人嘅打擊。1941年12月7號，日本時間8日，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呢場豪賭雖然喺初期取得巨大戰術成功，卻將日本徹底推向咗與世界最強工業大國全面開戰嘅不歸路。1941年對珍珠港嘅襲擊，同當年1904年日本襲擊旅順港一樣，都係喺正式宣戰之前就已經動手啊。事實上，宣戰聲明之所以延遲，係因為當時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館嘅工作人員花咗太多時間去解碼同翻譯電文，結果搞到襲擊發生咗之後，先送到美國手上。依次偷襲嘅定性以及隨後嘅宣傳呢，喺動員美國公眾輿論呢，反對日本方面起咗決定性作用呢，令美國人下定決心投入太平洋戰爭。相比之下，東條英機同東京嘅策劃者原本以為對珍珠港嘅打擊只要夠毀滅性，就可以令美國大眾喪失鬥志並迅速投降。當時日本對美國精神嘅主流睇法呢，認為嗰度只係一個充滿口香糖、高樓大廈同道德真空嘅冇文化之地，係現代性走向瘋狂嘅產物。呢個可以話係東條英機最大嘅戰略誤判。儘管如此，珍珠港襲擊喺當時被視為對美戰爭嘅重大勝利。隨後，新加坡同馬來半島迅速從英國手中陷落，菲律賓被攻佔，荷屬東印度亦落入日軍手中。到咗1942年呢，係日本帝國嘅版圖咧，由北面嘅庫頁島延伸啦，橫跨滿洲國、中國大片領土、朝鮮同台灣，再穿過東南亞群島返到日本。喺東京，政府成立咗大東亞省嚟管理呢個所謂嘅大東亞共榮圈。呢個概念被宣傳為日本走自己嘅亞洲之路嘅實質內容，聲稱要帶領亞洲擺脫西方殖民統治，共同走向繁榮。1943年11月，日本喺東京召開咗史上唯一一次大東亞會議，邀請各個被佔領國嘅首腦參加，討論點樣建立一個互惠互利嘅共榮圈。明治以嚟喺民間湧動嘅大亞細亞主義，正式成為咗帝國嘅官方修辭。事實上咧，當時東京已經發現咧，維持龐大帝國越嚟越力不從心，先至意識到需要拉攏殖民地嘅民心。日本意識到亞洲其他民族同樣厭惡西方帝國主義，於是打出亞洲係亞洲人嘅亞洲呢個口號。但係諷刺嘅係，當時日軍喺各地嘅暴行，令任何反殖民嘅掩飾都顯得極之荒謬同無恥。喺日本國內，關於共榮圈同克服現代性嘅討論亦達到頂峰。京都學派嘅哲學家如三木清、西谷啟治等紛紛發表論著，探討日本點樣喺吸收西方現代性後，建立一套屬於東方嘅新秩序。1942年7月，一班知識分子舉行咗著名嘅克服現代性座談會。核心問題喺於日本點樣擺脫西方化嘅文化霸權，成就一種真實嘅現代性，並喺唔建立帝國嘅前提下領導亞洲。呢啲討論雖然喺戰後被視為侵略辯護，但係亦反映咗日本對自身認同嘅深層掙扎。然而，現實中嘅日本已經走向崩潰。1942年6月中途島海戰失利後，戰局急轉直下。1944年，美軍攻佔塞班島，日本本土進入咗盟軍轟炸機嘅射程，戰爭基本上已經輸咗。東條英機被逼下台，近衛文麿甚至上奏天皇請求投降，以減輕國民喺總體戰下飽受空襲同饑荒嘅痛苦。但軍方鷹派依然幻想天皇山式嘅神聖勝利，驅使神風特攻隊進行自殺式攻擊。喺殘酷嘅沖繩戰役中，1/4嘅人口死亡，無數平民喺絕望中被逼自殺。1945年8月，戰爭進入咗最後嘅慘烈階段。美軍喺8月6日同9日分別喺廣島同長崎投下原子彈，而蘇聯亦喺8月8日對日宣戰並進攻北方領土。雖然形勢絕望啦，但係日軍高層依然堅持要確保國體天皇制存續先肯投降。最終，裕仁天皇喺8月14號打破僵局，決定忍所難忍，並喺第二日透過廣播向全國發表終戰詔書。喺嗰場歷史性嘅廣播中，天皇特別提到原子彈呢種殘弱之炸彈係投降嘅原因之一。佢強調，雖然日本擁有精神力量，但最終依然被更先進嘅現代科技所擊敗。呢個結局咧就帶出咗一個沉重嘅啟示。日本終究被現代性所征服。天皇警告，如果人類容許物質科技主宰一切，甚至威脅到文明嘅存續，
咁身為人嘅靈魂同日本性將何去何從？戰後嘅日本必須喺被現代科技飽和嘅環境中，重新尋回自己嘅精神財富，由明治維新嘅文明開化行到大正時代嘅民主短暫晴天，最後喺昭和初期嘅硝煙與原子彈嘅光芒中畫上句號。呢段日本近代史唔單止係一個島國崛起同崩潰嘅過程，更係一場關於日本性同現代化之間長達100年嘅痛苦掙扎。當瑞仁天皇喺電台廣播中承認日本被優勢嘅現代科技擊敗嘅時候，佢留低咗一個直到今日依然值得我哋深思嘅問題：當物質同科技主宰一切嘅時候，人類嘅精神同民族嘅靈魂應該點樣自處？由戰後嘅廢墟到後來嘅經濟奇蹟，日本再一次證明咗佢強韌嘅生命力。但嗰段由狂熱走向毀滅嘅教訓，永遠都係人類文明史上一面重要嘅鏡啊！下集我哋會進入日本歷史最令人驚嘆嘅重生章節——經濟奇蹟與後現代社會嘅誕生。我哋會睇到日本點樣由戰後嘅一片焦土，喺短短幾十年內變身成全球第2大經濟體，由新水族嘅過勞文化到動漫、電子遊戲嘅文化輸出。日本係點樣喺後現代世界重新定義自己？多謝大家陪我行完呢段帝國興衰嘅旅程。如果你中意呢類深度拆解歷史嘅內容，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同埋最重要係撳埋個鐘仔，開啟全部通知，咁樣你先唔會錯過我哋下一集關於日本經濟奇蹟嘅更新。